所敬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第3摆，咱为着咱的中间的集体牧长，也是讲咱中间常敬听的先辈离开咱，用真唔甘的心，通过教会来举行这个追思孝念的礼拜。也愿上帝安慰踮伫咱的中间，做伙来祈祷。我命主宰阮所信靠的上帝，愿一生的年日拢伫你掌权的中间。阮也承认人的有限甲微细，阮有一日爱离开这个做人客的世界，转去到上帝你永远活的所在。主愿伫今仔日三甲做伙来追思孝念，伫阮的肢体甲阮中间的兄弟姊妹，愿用真唔甘孝念的心情，求你的圣神来安慰阮逐人的心。过一摆通过上帝你所启示的话语来帮助阮，互阮对上帝有信心。愿这条句要领受主你的信息，愿你甲阮伫地。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台湾人甲华人真注重心中对愿，这句话是表达咱对祖先几啊代留予咱追思先人的典范，也是孝道伦理文化的传统。无论是台湾人，还是所有的华人，拢有咧拜祖先，这是对伫汉民族，就是对中原所有咱称作华人或者是台湾人等等遮个，咱拢受到儒教、道教、佛教影响。特别伫咱成长的过程内底，咱一定爱读四书五经，因为这是儒教通过孔子来教导人的伦理甲道德，特别伫儒教中间来强调孝道，就是伫天地宇宙中上悬的伦理道德。伫孔子所写的《孝经》内底，就安尼一句话，讲有孝是啥物？有孝是天经地义，是人民的德范的实践。安尼讲是啥物？就是讲人民若是无遵行对士大人的友好，就是违背天地的中间理所当然的代志。人若有违背对父母的友好，这个就是咱无法度来实践伦理道德伫咱徛起的社会中间。孔子也真特别来强调，做囝儿的爱对父母用生的代志爱有礼数，死安葬的代志爱有礼数，祭祀的代志爱有礼数。对这咱知影，儒家就是将孝道讲到伫死甲死的道理。什么叫做死的代志有礼数？就是咱的士大人，咱的父母若要伫地的时阵，咱做囝儿的，的确爱用友好、孝顺的心来尊叹、来请用伊。咱的父母、咱的时段过身去啊，这个时阵，咱做逝世、做囝儿的，也爱用真有礼仪、真有礼数来办理丧事。但一冬、两冬、10冬过去啊，特别伫这个忌日的中间，咱也爱来祭拜，来表示咱的追思甲孝念。总是这是儒教的想法。咱来看民间信仰到底安怎咧想？民间信仰认为人死了后，人的灵魂就到伫阴间的中间，所以人就必须爱伫迄个中间，伫阴间甲阳间，就是咱即马住即个所在，到伫
过身了后，伫阴间是拢共款。所以，住伫阳间的人，就是今仔日咱每一个人，伫过去咱过往遮的先人，伊就是伫阴间嘛爱有厝通好住，咱就称作灵厝。伊伫阴间嘛爱生活，所以咱就爱甲伊烧苦钱，也是咱爱甲伊烧银纸，互伊会当咱的时代。咱的先人伫阴间的时阵，会当过较快活咧，较好住咧。也因为安尼，伊就会甲咱庇荫，甲咱祝福行儿顺。总是最近因为每一届伫咧制作的过程内底，烧真侪银纸，就带来环境的污染。所以即马就流行即个刷卡，会当刷100万，互咱伫。咱的祖先伫阴间的所在，通好来用。你嘛当甲伊刷1亿，互伊伫阴间通好来用。总是台湾人一般的家庭的客厅，也是讲大厅的所在，一般拢会放神主牌啊。一边是神主牌，一边是神明。做敬仪施世，就烧香来拜拜，来孝念。来表达孝道，这种的思想就是祖先的崇拜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怎样来看待咱的民间对祖先的敬拜？现在这个问题，咱若是无解决的时阵，有真侪人要来教导的时阵，伊认为讲基督教就是死无人靠，拢真不好。伊要来教会。又爱又恨，真爱来，但是佫对这个祖先的这种的敬拜无表达，伫这种真爱叫、真矛盾的过程内底，所以望咱佫一摆伫这个亲人的追思的过程内底，咱佫一摆来认捌民间的制作甲信耶稣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。实际咱对这项代志，会当对圣经的认捌。来做适当的解说，就一切问题拢会当得到解决，互咱基督徒咧传福音的过程嘛会当更较顺利，互人会当认捌上帝。头一个咱要来思想的就是讲，到底民间拜祖先的情况是怎样？咱知影拜祖先有伊的限制。什么叫做拜祖先？其实就是对遮所讲，用心中对阮的心来纪念过往遮的先人，老爸、老母、阿公、阿嬷、阿祖等等遮的。因为人相信，若无爸母就无咱。每一个人一定毋是对空中落落来，一定是对爸母。来请用咱，互咱会当长大成人。虽然做敬仪施世，一定爱会孝敬来感恩，来孝念咱的祖先。总是若无爸母就无咱，若无爸母就无阿公阿嬷，若无阿公阿嬷就无阿祖，一代杀一代，一代一代。总是其实。咱会记住咱的祖先的名，大概是4代那点，就是老爸、老母、阿公、阿嬷、阿祖。请问咱中间，你认捌你的太祖？捌看见，佫伊叫啥物名？毋知有几个人？咱真有限，咱毋知影，咱都毋知影，所以毋知影，咱甲伊就无感情。所以人咧拜祖先，结果是3代、4代那点。若安尼4代以上的人、5代以上的人，遐人咱拢毋捌，咱拢无拜着。咱敢若拜较近的、较远的，咱拢无拜，咱也无对伊尊敬。安尼是有缘是不好不敬，所以拜祖先有伊的限制，伊无法度逐代拢拜着。第二个就是咱对圣经所认捌拜祖先，就是咧，毋是咧祭祖，是咧祭鬼。这是保罗的神学内底
特别伊传福音到伫哥林多这个海口的中间，有真侪人咧拜拜。总是耶稣基督福音传到伫哥林多的时阵，就真侪基督徒有时阵参加拜拜庙会，嘛伫遐做酒，伫遐食物件，然后过来教会，过收圣餐。所以保罗看见这个代志的时阵真严肃。所以伫今咱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对第8章到第10章，就咧讨论这个问题。保罗伫这个中间咧强调，讲基督徒正做上帝子儿，咱受主的圣餐是纪念耶稣基督赦罪，互咱会当领受这个救恩。总是，若是咧拜拜、咧拜祖先，其实这毋是咧拜祖先，这是咧拜鬼。这是保罗伫伊所写的哥林多前书的中间所写的。伊安尼讲，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毋是祭上帝。我无愿恁甲鬼有交配。因为对圣经的信仰来看，人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灵魂就倒转到伫上帝的所在。咱只不过是纪念甲对数。过身去的人绝对袂变做鬼。特别伫这个民间的信仰内底，认为人有三魂七魄，3条灵魂，人过身去了后，1条灵魂到伫阴间，1条灵魂去往生，过去投胎；1条灵魂伫神主牌的中间，互子儿孙来敬拜。七魄就是人若过往了后，爱一旬做7旬，就是7个魄就消失，安尼才会当去安葬。总是咱知影，伫神主牌顶头，就是人怎样会当到伫神主牌顶面，就是做七了后，做100日，然后做对年，才会当降落上红架道顶。保罗真清楚这个一般人对拜祖先的代志。伊讲，毋是拜祖先，是人已经咧拜鬼。照佛教的思想，人若过身了，已经去投胎了，投胎转世了，伊哪有可能搁伫神主牌顶头，互人来敬拜呢？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，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就直接来强调，基督徒就无拜祖先，为怎样？因为咱的祖先已经倒转到伫上帝为着伊安排的所在得到安息。咱做子儿孙逝世，就是用对思孝念的心来怀念伊。基督教信仰是上重视根源的宗教，就是信耶稣，毋是陪宗逆祖。人若是安尼想，就是曲解，就是无了解基督教的信仰。咱对圣经内底会当看见。圣经有伫旧约、伫新约的所在，有写阿公、阿嬷，也是讲祖先等等这的名词伫迄个中间。出来记第3章15节，耶和华上帝安尼讲：我是耶和华，是伊的祖宗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伫这个内底有一句话叫做祖宗的上帝。这句话是咧表达。耶和华上帝是历代上帝百姓所通敬拜的上帝，是过去咱的祖先咧敬拜，到伫今仔日，咱嘛共款咧敬拜上帝。伫创世纪36章28节安尼写，讲第3是乌斯甲亚兰2宗族的祖先，所以圣经内底也真重视父母。甲祖先等等才会敬拜，特别伫旧约甲新约的中间，拢有记载伫家谱。咱若看马太福音甲路加福音的记载就无共款。咱若对圣经的背景有了解，咱就会当来明白。马太福音就是要写犹太人的一本的批信，来记载伫旧约所应允的迄个弥赛亚。已经实现，
所以咱看马太福音就真济，拢讲这个代志是应验旧约所讲的什么代志。马太福音第1章记载伫祖先的时阵，对耶稣基督的出世，一直杀到上顶头是什么人？亚伯拉罕。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就是因列祖的祖先的开始。这是真趣味，咱来看路加福音的记载就无同款。路加这个医生所写这个批信，不是要写犹太人，伊是要写所有上帝的百姓。所以对耶稣基督一直杀，一代一代杀，杀到上顶头，杀到倒位，讲亚当是上帝的囝。亚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造人类、造万族的意思。人若是安尼，一代一代，咱会当一直杀到上顶头，就是亚当就是人类的始祖。换这句来讲，当人会当敬拜上帝的时阵，都是礼拜祖先。因为咱的有限，咱敢若知影3代4代，都是搁较过去，搁伫上顶头迄个，就是咱称作上帝。所以今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通敬拜上帝，其实咱就是咧纪念咱的列祖甲列宗。所以信仰所有人，绝对有拜祖先，都是拜上帝，敬拜上帝。哥林多前书给咱所读的圣经第8章第50甲第7节安尼讲，讲天顶人间有真侪神。现代中译本甲翻做神明，讲伫人间内底，咱遐大的所在有真侪神明。这句话咱会当理解，因为咱台湾人是多神的信仰，多神明的信仰，什么会拢会当来拜。那呢，还佫有济主，这个主就是或做三太子、什么主、真济。总是保罗伫这个所在要强调，就是咱正做基督徒，咱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。咱是为了伊来活。保罗伫这个所在要强调，就是基督徒甲非基督徒一个真大的差别。这个世间无遮尔侪神，也无遮尔侪神明啦。人乃当认捌迄个上大的上帝。创造天地主宰，就是咱认捌咱的祖先。保罗继续讲，咱要为着上帝来活，那呢，只有一个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拢借着伊来创造，咱是借着伊来生存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保罗要区别，就是基督的信仰甲非基督教的信仰。一个真大的所在，也因为安尼，咱认捌上帝，咱认捌耶稣基督，咱就受主的圣餐，咱是属于主的人，咱毋是属于这偶像、这神明的人，咱爱做一个区别。总是咱袂当用尽阿爸的心讲讲，你无信上帝，你会落地狱。那安尼时阵，咱的传教、传福音，咱就受隔离。咱知影别人，知影咱家己，咱都爱用柔和的心，用疼心来将人带来到伫上帝面前。所以，咱对第2项来看，基督徒无拜祖先，怎样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？拄则我有讲，基督徒。咱相信宇宙万物拢出自上帝，包括人类，包括你甲我，嘛是上帝所做的。是显明咱是受造物，咱真有限，因为上帝已经甲咱定着咱一生的日子。伫摩西所写的诗篇90篇内底，安尼写，讲上帝啊，阮一生的日子是70岁。那是勇壮通到第80，其中充满侪劳苦甲愁烦，阮的性命就紧紧过去。咱的性命，咱是
有限是短暂的。咱的一生已经定到伫70岁甲80岁中间。若有人超过80岁到伫100岁，恭喜，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。总是咱伫遮尔短暂有限的生命结束了后，咱要灵魂要去倒位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描写讲，咱人活伫这个世间，就亲像旅客同款。这个世间是做人客，是暂时住的，毋是咱永远通徛起的所在。咱的肉体生命结束了后，咱的灵魂都要倒转到伫上帝的所在。为什么咱知影？这是耶稣甲咱讲的啊。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6节的中间，伊亲自甲咱讲了真清楚。主耶稣讲：恁的心毋通忧愁背叛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我去是甲恁陪伴所在。主耶稣死过活了后，上天甲咱每一个伊所听的囝儿，伫上帝国度内底，甲咱陪伴安息的所在。伊讲：我的爸家有真多厝体，我去甲恁陪伴所在。若毋是安尼，我就无讲这个话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若无照着我，无人通到伫爸的所在。换做来讲，咱所有的父母，咱的祖先，若信耶稣，就是伊特别会当倒转到伫上帝的所在。有真侪人无法度信耶稣，碰到一个更较大的问题，伫牧会中间会拄着。就是讲，我这代若信耶稣，啊，我伫红架道顶，我遐祖先拢无机会信耶稣，啊，毋知要安怎。将来阮着去两个无共款的所在，我去上帝遐，啊，我的祖先毋知去倒位，打要安怎样？有真侪人真困扰这个代志。所以每一届有人信耶稣了后，咱就无搁再拜神明，因为咱已经拜独一的上帝。咱也认捌咱的祖先会等于上帝的所在，所以伫神主牌顶头后壁，遐历代的钟，一般我会处理，就是圣别礼拜了后，将列祖列宗迄个后壁一块牌啊，我会甲摕落来，摕伫手的所在，来为着这个祖先祈祷。讲上帝啊，这历代的祖先，某物人伊过去的时阵也毋捌你，但是这个时阵，我要奉耶稣基督性命，互因会当归入你的命，甲伊的行行顺顺，拢归入伫你的内面。这个祈祷是足重要，互咱的囝儿孙已经信耶稣，但咱的祖先无信耶稣，面对着真济心内的艰苦的问题，会当伫遐得到解决。基督徒对安息主怀祖先，咱毋是野香咧解拜，咱是用花来表达咱对伊的追思甲孝念，也用伫礼拜、吟诗、祈祷、感谢的中间来孝念咱的先人留落水的信仰、水的脚迹伫咱的中间，咱来孝念遮个。也将咱的祖先、咱的亲人、朋友，伊好的品德、伊的品格、品行、伊的好做人，来追思一代煞过一代，互上帝恩典祝福伫家族的中间。所以基督徒有家谱，就过去是拜拜，但即马已经信耶稣了后，咱就将神主牌这祖先、这历代的宗，甲写伫基督徒的家谱内底，互咱永远来孝念伊。第三个，基督徒有积极的孝道，咱毋是甲外邦人所讲的同款。伫圣经内底，特别上帝亲自颁布10条诫命内底，第5诫就安尼写：要友好你的父母。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上帝赐予你的地面上，通得到久长。
这是上帝亲自颁布。咱也知影10条诫，前4诫是咧讲到人甲上帝的关系。第5诫开始，甲第10诫是咧讲到人的伦理生活。耶稣甲10条诫，甲变做2个。头一个就是人要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；第2个也亲像，要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因为父母对上帝领受迄种真要紧的责任，爱照顾、养育囝儿，所以囝儿有责任爱友好许大人。主耶稣，咱看主耶稣的一生，耶稣一生伫地面上33年的时间，伊成做约瑟甲玛利亚的囝。耶稣的老爸约瑟就是做目唱的，就是耶稣细汉的时阵也共款，甲伊老爸做伙来做目唱。伫世间，伊是上帝囝，总是伊伫遐友好伊的父母。咱来看圣经约翰福音19章27节，当主耶稣受钉十字架的时阵，伊讲：看你的老母，伊特别交代伊上听学生来好好来照顾伊的老母玛利亚。耶稣一生留落一个友好的典范伫咱的中间。换一句来讲，基督徒积极的友好是什么？就是要强调父母要伫世间的时阵，做囝儿应该尽力来陪伴伊、照顾伊、友好伊。这就是要互父母会当得到安慰，甲得到满足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积极的孝道，毋是甲一般人共款，伫父母过身了后办甲真请呀。毋是安尼。台湾的一句话安尼讲，讲士大人生前一粒豆，较赢死后拜低头，就是安尼。这个弟兄姊妹，对遮咱会当知影，信耶稣就是要引带咱认捌人类迄个第一个祖先，就是人类的本源，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源头真神上帝。互咱搁一摆伫清明的中间，就正做敬神的伦理、敬上帝的伦理，会当咱认捌上帝，咱敬拜上帝，咱也友好咱的父母、咱的时代，就敬畏上帝，用心中对阮的心来孝念咱的祖先。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伦理。愿上帝安慰踮伫咱的中间，咱今仔日通过这个追思甲孝念，安慰所有伫咱中间有亲人安息伫主的内底，伫咱的中间有教会的牧长，伊安息伫主的内底，留落真水的信仰的脚迹，互咱来孝念伊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我命主宰阮的上帝，阮承认阮一生的有限甲短暂。上帝，你是永远我的上帝，你是历史的主宰。当阮会当认捌上帝的时阵，阮就是会当认捌阮的祖先。天父上帝，愿你的安慰踮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真毋甘孝念的中间，有你的安慰踮伫阮每一个人。愿三甲伫你面前祈祷，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